白滾水入邊煲山楂，調理血管淤阻。即係上咗年紀之後咧，身體嘅小毛病咧會越嚟越多。即係唔係呢度唔舒服，就係嗰度唔舒服。如果你咧經常覺得胸悶啦、氣短，偶然間咧可能仲有啲心前區嘅疼痛，咁呢啲好可能咧就係呢個血管阻塞嘅一個信號。咁大家咧就一定要重視啦。中醫認為呢種情況咧最主要咧同呢個氣血瘀阻啊、痰濕內蘊有關係。咁血瘀同埋痰濕長期咁淤積喺體內咧，就會阻礙呢個氣血嘅流通，咁即係就好容易會引起呢個血管嘅阻塞。咁對於呢種情況咧，大家咧就可以用山楂啦、陳皮啦、丹參啦，就各10克，咁就一齊煲水代茶飲。咁啊，佢有活血化瘀啦、益氣通絡嘅作用。如果你平時比較忙咧，又冇乜時間煲呢啲茶咧，咁啊不妨可以試下一啲藥茶嘅，例如啦呢個丹參保心茶。咁佢嘅主要成分咧就係丹參同埋綠茶，咁啊有活血啦、化瘀嘅功效。咁啊適用於呢啲心血瘀阻型嘅胸痹嘅輔助治療，佢咧就可以起到咧緩解呢個胸悶啦、心痛啦同埋心悸嘅呢啲情況。大家記好未呢？